全教會讀經計劃路得記第1章。士師統治的時候，國中有饑荒。在猶大的伯利恆，有一個人帶着妻子和2個兒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，他2個兒子，一個名叫馬倫，一個名叫基連，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。他們到了摩押地，就住在那裏。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他和2個兒子。2個兒子娶了摩押女子，一個名叫俄爾巴，第2個名叫路得，在那裏住了約10年。馬倫和基連2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，沒有丈夫，也沒有兒子。拿俄米與2個媳婦起身，要從摩押地回去，因為他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，賜糧食給他們。他與2個媳婦就起行，離開所住的地方，上路回猶大地去。拿俄米對2個媳婦說：你們各自回娘家去吧，願耶和華恩待你們，像你們待已故的人和我一樣。願耶和華使你們各自在新的丈夫家中得歸宿。於是拿俄米與他們親吻，他們就放聲大哭，對他說：不，我們要與你一同回你的百姓那裏去。拿俄米說：我的女兒啊，回去吧，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還能生兒子作你們的丈夫嗎？我的女兒啊，回去吧，我的年紀老了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就算我還有希望，今夜有丈夫，而且也生了兒子，你們豈能等着他們長大呢？你們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嗎？我的女兒啊，不要這樣，我比你們更苦，因為耶和華伸手擊打我。2個媳婦又放聲大哭，俄爾巴與婆婆吻別，但是路得卻緊跟着拿俄米。拿俄米說：看啊，你嫂嫂已經回他的百姓和他的神明那裏去了，你也跟你嫂嫂回去吧。路得說：不要勸我離開你，轉去不跟隨你。你往哪裏去，我也往哪裏去；你在哪裏住，我也在哪裏住。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在哪裏，我也死在哪裏，葬在哪裏。只有死能使你我分離，不然，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我。拿俄米見路得決意要跟自己去，就不再對他說什麼了。於是2人同行，來到伯利恆。他們到了伯利恆，全城因他們騷動起來。婦女們說：這是拿俄米嗎？拿俄米對他們說：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瑪拉，因為全能者使我受盡了苦。我滿滿地出去，
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，耶和華使我受苦，全能者降禍於我。你們為何還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了，他的媳婦摩押女子路得跟他在一起。他們到了伯利恆，正是開始收割大麥的時候。